拢是属伫新春过年的节期，咱有休困有休假，总是咱的天父上帝，伊无有休困，伊一直拢在看顾着咱，咱甲伊的关系也无因为节期来受影响，咱有缘会当通过灵修、读圣经、祈祷来敬拜上帝，真欢喜今仔日咱阁会当做阵来到伫伊的面前来敬拜伊。愿上帝祝福，会当伫今年来加倍赏赐互恁，甲恁的全家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赏赐阮有好的天气，有温暖的日头，互阮的心也得到欢喜，得到温暖。特别愿今仔日欢喜，阮的脚步来到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要来领受你对天的祝福，同时，阮也要对伫你的话语来领受诚侪阮性命的食物，阮的快乐，阮的帮助。求你拍开阮心灵的目睭，会当看出你话语中的奥妙，会当来帮助来提醒阮，互阮会当诚做你所欢喜的囝儿。主，阮感谢你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若是照着咱今年开始的即个读经表的进度，咱伫即个礼拜开始，咱就要来读新约的马太福音。伫马太福音头前第1章到第4章是讲到主耶稣的出世，甲伊开始出来传福音。若是第5章到第7章，就是咱所知影的山上宝训，包括头前所讲的8福。主耶稣伫山上宝训有讲到关系天国的百姓应该有的身份甲使命。若是伫第8章了后，就是主耶稣伊的传道医病的工作，一直到伫伊被钉死国外，然后上天完成上帝救恩的工程。总是咱相时嘛看到，主耶稣伊伫世间的工作，毋是伊孤单一个人伫遐咧做，是有侪人缀伫伊的边仔，伫斗相共伫学习。这人就是伊的学生，或者是咱讲的门徒。所以咱会当看到主耶稣的事工主要有3项，就是宣扬、医治、甲训练门徒，安尼3项真好记吼。咱讲简单明了，搁记会牢。咱对今仔日的圣经节，咱嘛会当看到即1项。伫第9章第50节讲到主耶稣伊的工作，照咱所读的圣经节伫遮，就是传天国的福音。医好逐样的症头，逐样的病痛。在医治的工作无一定干那是肉体的，有时甚至是人心灵内在的需要。到伫第10章第1节到第4节，特别记录伊所竞选12个门徒的名。传统上，当咱咧讲主耶稣的门徒的时阵，咱就会想到这12个人。事实上，当耶稣咧传福音的时阵，缀伫伊边仔，还佫有其他的门徒，只是咱用这12个人来做代表。相时因也是上早的使徒。今仔日咱所要领受的信息，是对信徒到门徒，对信徒到门徒。但先咱来知影，信徒甲门徒有啥物款的无共？若是信徒照字面的意思，就是相信的人。咱基督徒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徒。总是咱来知影，毋是只有基督徒才是叫做信徒那定。事实上，每一个人伫伊所信仰的对象，伊拢是即个信徒。亲像咱看，到伫文殊宫伫遐拜拜的，因是一个关公的信徒。若是拜妈祖的人，伊就是妈祖的信徒。
甚至咱所信仰的对象，无一定是神明啊，有时阵是人，亲像即个蒋中正，伊就讲伊是即个总理孙中山的信徒。有时阵神的对象嘛，无一定是人甚至是一个信念，或者是一个原理，甚至是意识形态，总是毋管怎样，今仔日你所信的是啥物，你就是即个所信的对象的信徒。若是阮图，另外阮图咱看英语叫做 disciple， 甲另外一个字discipline， 就是训练、纪律共款的一个字的字根。阮图的意思就是学生或者是文生或者是子弟，有学习、有军地的对象。然后，伫即个做分图的过程就要接受训练discipline， 接受纪律，接受教示。但是咱看到即个文图虽然伊有对象，但是即个对象爱是存在的，是看会到的，也就是讲，还佫活着的人。所以咱看到，无可能有人会讲我是关公的文图，无可能伊会讲我是妈祖的文图，因为遮个关公甲妈祖，检采伫历史上捌存在，但是即马已经无伫咧啊。所以，咱的即个文图学习的对象是还佫伫咧，但是咱今仔日真特别，咱会当讲咱是耶稣基督的文图，因为咱知影主并无有离开咱，伊永远活着。伊虽然死，但是有佫活，担上天。虽然咱袂当用咱肉体的目睭来看到，总是通过圣神的引带，咱心灵的目睭，咱会当看到，咱会当对主来讲话，甚至咱嘛会当听到伊在对咱来讲话，在教示咱。伫今仔日，咱有缘会当来诚做主耶稣的门徒。安尼是安怎？咱就爱诚做主的门徒咧。头一项的原因，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心意。咱看到伫马太福音最后28章19节有记载，主耶稣搁活了后，要上天进前，对伫这门徒所讲的话，也就是咱所讲的大使命。主耶稣讲：恁着去，互万百姓做我的门徒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甲因行洗礼。咱爱注意，伫遮主耶稣讲的，毋是讲恁着去，互万百姓做我的信徒，毋是，遮真清楚，遮主是讲门徒。咱就是遮个门徒，照着主耶稣的命令，咱受洗礼，咱诚做门徒。所以主耶稣的话真清楚，是爱咱来诚做门徒，毋是诚做信徒尔尔。当然，咱要诚做门徒，咱大先嘛爱先诚做信徒。总是咱袂当一直停留伫诚做信徒的阶段，咱是爱佫进一步来诚做门徒。所以咱所讲基督徒的意思，毋是干那基督耶稣的信徒尔尔，佫较是指耶稣基督的门徒。佫来第二项是安怎？咱爱诚做耶稣的门徒，就是咱会当甲主三甲伫咧。伫民间宗教的信徒对伫信仰的对象，因的态度是啥物？是敬鬼神而怨之，敬鬼神而远之，或者是简单讲，就是敬而远之。咱看到遐个去庙里拜拜人，大多数拢是有代志，然后去求问神明，神明来下愿。当然，等到因
的愿望达成了后，因有愿就爱去庙里去遐献愿，因为下愿就爱献愿。但是咱看到因平常时无代志，因袂到庙里去。总是伫咱的信仰的内面，咱是随时会当来亲近上帝。咱的天父，伊也爱咱会当来亲近伊。亲像大卫王，伊伫诗篇23篇，伊最后安尼讲：我要踮伫耶和华的厝，我要永远踮伫耶和华的厝。希望会当踮伫上帝的殿的内面。当然，伊家己有真好势的殿，但是伊有愿意爱会当时常到伫上帝的殿，甚至踮伫遐，为着啥物？因为伫遐有上帝的同在。伫咱的信仰的内面，咱爱知有上帝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代志。咱会记得，咱有读过创世纪，有读到约瑟的故事。咱看约瑟，互伊的兄哥来卖到伫埃及做奴隶。伫埃及的约瑟，伊有上帝同在。咱看特别伫39章的内面，伫遐四遍拢讲起上帝甲伊同在，所以伊就事事顺利，甚至会当伫人的面前来得到稳定。伫即个波提法的面前，或者是伫即个监狱管即个监狱的人面前来得到稳定。今仔日，咱伫即个世间，咱有缘希望会当事事拢得到顺遂，会当伫人的面前得到稳定。所以咱需要有上帝甲咱伫地。总是咱要怎样会当有上帝甲咱伫地咧？咱的主耶稣，咱知就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咱无法度看到上帝，因为看到上帝的人拢爱死。总是咱会当通过主耶稣，咱经验着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主耶稣的伫地同在，就是上帝的同在。那虽然主耶稣伊已经上天，总是咱爱记伫主耶稣伫马太福音28章20节的大使命，伊安尼讲：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，着假是应守，搁我日日甲恁伫地，到世间的落尾。当咱咧讲大使命的时阵，咱常常敢若会记哩头前迄句，就是19节，诚做门徒来受洗礼。但是咱会无注意到20节这段，事实上即句话真重要。伫遮主耶稣所讲的我，就是伊家己。若是你，就是遮个有跟对耶稣，并且看耶稣上天的遮个门徒，或者是初代的使徒。伫遮个因，就是万百姓，万百姓就是咱，包括咱。当咱也诚侪门徒的时阵，咱有缘来领受主耶稣的命令，就亲像遮个门徒共款。所以即句话就诚侪对咱讲话。即个时阵的你就是咱，因为安尼，咱就诚侪主的门徒，然后咱就会当享受有主甲咱伫地的秘诀。所以今仔日，你若是希望有主日日甲你伫地，咱就需要来诚侪主的门徒。你是毋是有希望主耶稣甲你伫地咧？阿们！我相信咱拢希望有主甲咱伫地，因为咱的信仰毋是亲像民间信仰共款，有代志才来上帝面前，无代志就莫插话较好，毋是安尼。咱是希望会当常常甲主相甲伫地。讲到要诚侪主耶稣的门徒，伫咱的心里，咱会出现几个问题。头一项，咱会想主耶稣伊敢会用我，敢会真正爱我诚侪伊的门徒咧？也是讲，咱要诚侪门徒，敢需要啥物款的资格？咱伫遮讲主耶稣的门徒，毋是干那72个门徒。咱看到72个，因只是代表尔，就是通过72个门徒，咱会当知影
主耶稣是安怎会竞选因来真侪问道？头一项，因有回应主耶稣的呼召。咱来看遮个学生，遮个问道甲主耶稣因相拄着的过程。伫圣经的内面有真侪时间是主耶稣主动来呼召因，叫因来群帝国。然后咱看到遮个人，因就随放的所有的，就去群帝耶稣，亲像掠鱼的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抑搁即个抽象的马太。总是咱伫福音书的内面，咱嘛会看到，毋是所有的人因拢会接受主耶稣的呼召，所以因就失去诚侪问道的机会。所以咱会知，回应主耶稣的呼召是诚侪主耶稣问道的头一步。今仔日，咱若是要诚侪主耶稣的问道，咱就爱回应主耶稣的呼召。伊有愿呼召咱有诚侪伊的问道，就是照咱拄则所读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共款。总是今仔日，咱无一定着爱真正放下你所有的，嘛毋是讲你着爱放下你的工作，或者是你即马咧做的代志，然后去神学院然后诚侪全时间的传教者或者是牧师，毋是安尼。因为这是爱另外特别的呼召。主耶稣伊爱咱，伫咱所踮的每一个所在，伫你的工作，伫你的家庭，伫你生活的所在，来诚侪运动。总是爱伫一寡所在的顶面，咱有所放弃。所放弃的，有可能是咱无好的习惯，或者是咱的思想，也是咱的性地，有的人真爱生气，也是讲有的人真高操烦，真爱枵离。有时阵爱放弃的是咱的个性，或者是咱的自我中心，也就是咱的自私。若是用我家己来讲，我原来个性是无啥爱讲话，应该是讲真无爱讲话。以前伫厝内时阵，会当减讲话，就莫讲话。但是上帝竟然竞选我诚侪牧师，甚至连我的爸母伊嘛感觉无可能，因为家己的爸母是上了解家己的。伊知影讲我是无啥物喙水的人，就是讲袂亲像牧师安尼，学校共上好，也是讲会晓讲见着人拢会晓讲啥物款的话。所以我要做牧师，我的爸母是最不看好的。但是呢，因为牧师拢爱主动甲人接触，用话语来影响别人，所以上帝呼召我诚侪牧师，上帝也伫环境的中间来改变我，然后嘛，互我会当去看到家己确实会当用话语来去帮助别人，去通过身躯边的人来修正我家己讲话的态度。特别对我帮助上大的是我的牧师娘，因为常常伊就会提醒我爱怎样讲话会较好势。所以有时阵家己嘛会感觉真忝、真野心的时阵，或者是代志真济，头壳在想真济代志，也是真济代志要做。若是照我的个性，我嘛是会避免甲人讲话。总是上帝嘛通过伊的话，通过周围的人来提醒我，应该讲话的时阵也是爱讲，因为要服侍主，是无可能会当顺家己的意爱，或者是欢喜，是爱看主的时阵甲主的意思。所以伫我家己的身上就会当看到即款的改变。有时阵主耶稣的带领就是安尼，因为当咱若是要诚侪问道的时阵，伊就会来调整咱，帮助咱来改变。所以有一个青年，伊捌问我讲：当要安怎知影上帝的意思？
也是讲知影讲，即个意念、即个话是出伫人、出伫家己，还是出伫上帝？当然，我头壳着随想出几啊个知影上帝旨意的方法，但是最后我是甲讲今仔日若是你要做一项代志，你想着一项代志，这是你本来无啥爱的，安尼迄真可能就是上帝的意思。因为今仔日若是即个代志，你本来着要去做，安尼你家己去做就好啊。总是上帝常常是爱咱去做咱无啥爱的代志，甚至去关心去听一个你无啥介意的人，安尼这真可能就是上帝的意思。所以上帝会因为咱欢喜，互伊使用，伊会来改变咱。特别当咱欢喜诚做温度的时阵，伊会呼召咱是毋是欢喜来接受伊的呼召，来回应，来接受改变。佮再来，主耶稣伊会竞选遮个温度，第二个原因就是因有接受主耶稣的教示。伫今仔日的圣经节，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4节，这是记载着主耶稣伊竞选12个门徒甲因的名单。然后咱嘛会当伫其他的福音书，伫马可福音甲路加福音来看到有平行的记载。总是虽然是平行的记载，犹原有小可无共。特别伫马可福音第3章14节遮讲，主耶稣伊竞选这12个学生，是爱因会当时常甲伊家己相甲伫咧，甲主耶稣常常伫咧，目的是会当听到主耶稣的教示，并且伫遐来周均来观察耶稣伊所做的、伊所讲，这就是学习，就是训练。咱看到福音书的内面，有时阵主耶稣的教示，毋是遐尼会当容易来明白，甚至接受。所以咱嘛看到有一寡门徒，因就退去，因就无搁再跟随耶稣，总是这12个学生犹原继续留伫耶稣的身躯边。虽然因对主耶稣的教示犹原有无明白的时阵，特别咱看到当主耶稣伊要行耶路撒冷，伊有3遍对学生讲：人子要受卖，要受定，要搁总是遮学生因犹原是听无，甚至心内咧想讲：啥物人会当做大？因为因想讲耶稣去耶路撒冷要做到时啥物人要伫伊的正边，要伫伊的倒边。当因在跟随耶稣的过程的中间，咱嘛看到后来即个犹大伊就背叛，就将主来出卖。咱嘛看到即个彼得，伊嘛捌3遍无认主，甚至当主耶稣伫十字架顶被钉的时阵，大部分的门徒拢走甲无看去。只有剩一个约翰上少年的即个伫十字架的下面。总是咱看到，当主耶稣搁活了后，伊搁将遮个门徒甲找转来。伫伊上天的时阵，就将即个使命来交代互伊。咱看到遮个门徒领受圣神了后，因的心就明白。甚至因嘛有气力，会当将主耶稣的教示来教导互遮个万百姓，互因会当来诚做主的门徒。今仔日咱若是要诚做门徒，咱犹原着爱接受教示，伫教会来接受训练，来上圣灵主日学。咱对真理爱有正确的认识。有时阵，咱嘛会发现，主耶稣所讲的话，确实就亲像遮个提去，遮个无搁再跟随耶稣的人因所讲的，即个话真好，啥物人会听伊咧？咱对伫主耶稣的教示，咱无可能无有问题，因为
伫遐军队耶稣，伫遐会当接触到耶稣的人，因着感觉有问题。咱经过遮个时间空间，甚至经过遮个文化环境的无共款，咱的确有问题。总是咱爱知有问题才是正常。咱若是有机会去教遮个学生，问讲有问题无？人拢无人有回应，或者是安尼一脸茫然，咱就知影讲，因可能拢有真大的问题。所以今仔日，咱要来学习主的道理。今仔日，咱的确会有问题。总是即个问题，嘛有可能是因为咱无有认真去想，或者是咱无有认真要来去实践。总是主耶稣，伊有找保惠师圣神来帮助咱，互咱去看到主耶稣遮个教示的意义，并且会当帮助咱来去实行、来去实践。所以咱就爱认真来读圣经，对伫圣经内面主耶稣所讲的话，以及上帝通过遮个使徒先知所记载的话，互咱会当来明白，会当来知影，佫会当来去实践。第三项，咱要看到主耶稣是安怎会拣选因来诚侪门徒，就是因会当诚侪主耶稣的助手。今仔日的圣经在马太福音9章37节，咱看到主耶稣伊甲遮个门徒讲，恁着求即个园主来去找工人来去修成遮个。伫第10章第1节，咱看到主耶稣直接就差派伊的门徒，伫遮互因有压制邪神的权来赶着因，煞医好逐样的症头，逐样的病痛。主耶稣将伊的权柄来互遮个学生，互因嘛会当来出去，伫遐来去实习。另外一方面，因嘛诚侪主耶稣的助手。会当来去帮助，来去医治搁较侪人，甚至咱嘛看到主耶稣伊捌用五块饼2尾鱼，互5000个人来食饱。咱知，伫即个过程的中间，就是主耶稣叫遮个门徒，互即5000个人安尼一排一排，可能是50个人、100个人安尼来坐落去。这就是组织，就是通过遮个门徒。来帮助耶稣，互遮个人诚侪有组织的民众。主耶稣才会当来继续伫遐来行神迹，来继续伊的动作。伫遮咱看到，即12个军队伫耶稣基督身躯边的门徒，就诚侪主耶稣工作时阵的助手。伫主耶稣受病迄暝，主耶稣嘛对伊的学生讲。我实实甲恁讲，信我的人，我所行的，伊要行伊；就比遮个事较大的，也是要行伊。主耶稣已经无伫即个世间，总是通过遮个门徒，以及遮个门徒的门徒，通过咱诚侪门徒，咱会当将主耶稣所做的代志继续扩展，不断来影响即个世界。确实是安尼，咱看到主耶稣。伊伫世间的时阵，伊所行踏，只有伫即马的即个巴勒斯坦，但是以色列即个所在拿定。总是伫今仔日，主耶稣的影响力已经是到伫全世界，甚至是伫几十亿的人的中间，就是通过主耶稣的门徒，就是通过咱。最后，咱要看到。主耶稣所拣选即12个门徒，因的背景，咱发现，因拢毋是有地位的人，并且嘛毋是接受真好教育的人，甚至伫因的人格顶面也拢有缺陷，就亲像彼得甲伊的兄弟，因拢是掠鱼的人，特别即个彼得讲话真土直，佫爱讲大声话。但是即个约翰甲雅各脾气真歹，
有一遍主耶稣甲遮学生要经过撒玛利亚人的所在的时阵，雅各甲约翰就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是毋是爱阮吩咐天顶有火降落来，甲遮个人拢烧灭？咱看即两个学生，因有信心，总是因无有疼心，所以主耶稣就互因另外一个名叫做雷公仔囝。意思是讲，毋知啥物时阵因搁要等雷公啊吼，搁要去哈斯达，也是要甲人伤着。咱看到写马太福音的即个马太，原本是抽象的人，伫犹太人的眼中是替罗马人做代志的犹干，但是伫宗教领袖看起来，因是罪人。另外，搁有一个腓力，伫耶稣咧行即个五块饼两尾鱼的时阵，即个腓力是真实际的人，讲咱若是有搁较侪的钱，嘛无法度互遮个人食饱。另外一个多马，当耶稣搁活的时阵，学生显现，即个多马无伫遐，因为伊可能家己走去啥物所在做拍算。当伊发现主耶稣有显现的时阵，伊就讲：除非互我去摸着伊受插的所在，受钉的手，若无我无要相信。甚至伫遮个学生的内面，阁有一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。总是咱看到主耶稣有缘，互伊有机会来诚侪学生。咱看到遮个人，拢互主耶稣来竞选诚侪门徒，并毋是因为因是偌尔完美、偌尔完全，是因为主耶稣有竞选因，相时因有回应主耶稣的呼召。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教示，因阁诚侪主耶稣的助手。今仔日主耶稣伊有缘地呼召咱，互咱会当来诚侪伊的门徒。咱会看到有人伫统计，伫台湾基督徒的人数伫增加的中间，特别伫台北市，基督徒的比例甚至有91%。好亲像咱伫路上，你若拄着10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基督徒。这嘛，互咱想到，近2400多年前，有一位先知叫撒加利亚，伊伫遐讲，当遐个日，伫列国万族中，要有10个人牵一个犹太人的衫躯，牵伊讲，阮要甲恁相甲去，因为阮听见上帝甲恁伫咧。伫即个末世的时代，咱看到伫咱中间，有缘有真侪人，因羡慕，因想要知影即个道理，甚至嘛有人主动就入来伫咱的教会的中间，甚至讲因要洗礼，因为主耶稣的时阵已经到，伊也要通过咱，互遮个人来得到伊的教示，因为人要伫咱的心上看到主耶稣甲咱伫咧，因为咱是主的门徒。各位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即个新的一年的开始，伫遮要来甲咱共同来勉励，愿咱的信仰的生活当有新的开始，互咱伫态度的顶面会当离开诚侪信徒内定，会当进一步来诚侪门徒。若是信徒，就是敢若相信，所关心的较是个人的幸福。若是对伫周围的人无有影响力，若是门徒，就是愿意来接受造就，愿意来学习真理，然后嘛会当对周围的人有影响力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性命会当因为咱诚侪门徒，会当来得到主的调整改变，会当互主来使用，会当有份伫上帝国的起造，会当来应跟上帝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主愿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施恩满满的上帝。你通过耶稣基督伫阮的中间，佮通过才会门徒，才会信仰前辈，将你的道理传互阮，互阮毋是干那诚侪信徒来定，阮阁会当来领受你的命令，来诚侪门徒，互你来找拍，互阮会当到伫即个世间，互阮诚侪世上的光，世上的阳，互阮会当发挥阮的影响力，互人因为阮有你甲阮三角之地，会当来欢喜，来接受阮的影响，主阮欢喜来跟缀你，就亲像你捌甲学生讲起要跟缀你的代价，就是着爱看无家己，着爱举起十字架来跟缀你。主阮每一个人有阮无共款的十字架，总是当阮欢喜将阮旧的我，将阮原来的个性脾气，自我中心钉伫十字架的时阵，阮就会当欢喜阮的骹步来跟缀你。无论伫以色列，伫你所行过山上宝云的山，或者是你变貌的山，或者是各个塔的山，甚至到伫你上天的山，主阮的心拢要甲你三角之地。阮会邀请你伫阮的内面，甲阮三角之地，互阮会当跟缀你无数，求你来帮助阮。当阮若有即款愿意的心的时阵，阮就要得到你的欢喜，是照阮所有的，毋是照阮所无的。求你来坚固阮的心志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包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